大家好啊！我今日介紹一間喺天水圍天耀邨嘅平民化嘅連鎖嘅烤肉店。佢最大嘅特色就係平，逢星期一至五都有唔同嘅特價餐。其中星期一係最多嘢食，有豬牛雞加埋360克嘅肉，所以亦都係最多人排隊嘅。我拍片當日星期五嘅特價餐就係西班牙黑毛豬豬扒200克。如果你再早啲去食呢，喺特價餐之餘仲可以享有9折優惠。不過要真係好早去到，同埋要喺6點半之前埋單。現場座位唔係好多，大多數人都係1個鐘內食完嘅。嗰日我同埋小朋友一齊去食啦，咁我除咗叫咗一個98蚊嘅黑毛豬柳餐，仲有一個70幾蚊嘅雞串燒，包括5寸雞皮、雞腎、雞心、雞潤、雞軟骨串燒，仲有1塊煙鴨胸。每個餐都附帶1碗白飯、1碗麵線湯同埋1個野菜沙律。你可以加錢將白飯升級做紫菜飯、紫菜雞蛋飯或者烏冬。佢啲肉本身有啲有調味，有啲就冇調味嘅。另外台面上亦都有一個調味架，我通常都係用燒肉汁再加啲黑胡椒。煙鴨胸嘅份量都幾大，再加埋5條串燒，其實都夠食㗎。我哋不如聽下小朋友有乜嘢同大家分享啦。喂，小朋友你望下先。喂，今日係咪嚟到食咩啊？燒烤。燒烤有咩食㗎？有豬肉係咪啊？你睇下係咪啊？有豬扒，有雞嘅串燒。今日冇牛肉啊！今日，因為咧佢每個星期咧1至5咧，每日有唔同嘅特價食物啊。今日係豬肉特價咯，食牛肉特價咧你就要星期2、3、4先嚟喎，知唔知道啊？咁樣咯，好唔好食啊？好啦，我哋下次再嚟食啦，我哋拜拜。為咗補翻少少資料啦，我星期二再去食多次，不過今次咧我係夜晚9點之後，9點之後嘅優惠就係可以用10蚊加配1份肉。星期二特價嘅就係蔥花醬油牛五花200克，另外我再俾多10蚊加多1份160克嘅雞肉。呢個份量咧只係88蚊，已經夠一個成年人食噶啦。我發現呢間連鎖烤肉店喺其他區嘅鋪頭冇咁平，同埋冇咁多優惠噶。另外佢哋仲有會員優惠，一次過買500蚊嘅會員卡，仲有飲品同埋小食送添。不過每次要消費100蚊以上先可以用一張100蚊嘅現金券。呢一次我一個人嚟食就只係用咗88蚊，用唔到現金券啦。